下来吧。我刚刚在医院打过针，不能下地走路的。药效应该已经发挥了，我包你现在不痛了。下来看看吧。真的不痛了，真的不痛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哎，我还可以转圈，真的不痛了，太好了。你走快点。嘿，你看，我可以走路了，不痛了。怎么样？哇，你好厉害呀，思贤。练来喽。一点就好。阿姨，教怎么样了？哎，思贤这个主意没有错哎，打一针就不痛了。真的？跑太多了，好像肚子有点饿了。老板，哎，买单，哎，这些钱够不够啊？谢谢啊，哎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你们坐。哦，我给你们下面去。好。谢谢。哎，这就是安逸的女朋友。他的女朋友是名模张香啊。哎，我可以想象他受过多少伤。哎呦，拜托，他才不在乎呢，他还梦见他们俩有小孩儿。面来喽。哎，你以为我说的都是真话？我那是逗你，给你编故事，让你乐呵乐呵。要不在医院里，听你叽里哇啦乱叫，多难听啊！哦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呀？我怎么可能舍得我的官家牛肉面呢？再说了，我跟香香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，就是把我爸爸的牛肉面馆重新开起来。我觉得，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再重要了。哦，原来你是骗我的，害我还担心呢。你担心什么呀？他心里面只有香香，那我不就……那他就没有办法振作起来了。哎，陈峰，原来我在你的心里就这么不堪一击啊？也不是啊。买单了。哎，来了啊！哎，慢吃啊，我去买单。好。喂，爸。知道了。好。你爸来青岛啦？是，他来找我的。哎，你等一下去找他的时候，你顺便帮我谢谢他，你跟他说我已经全好了。好。所以干脆就不接他电话了。还真有你的，胆子够大的。那你跟公司的合约什么时候到期啊？合约是到8月底吧。8月底，
也就剩2个月了。是啊，所以我想把这份工作做完满。不是为了成风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跟公司的合约是真的，如果我不做到期限，就要被罚钱的。说起罚钱，那简单，我们哪在乎那一点钱呢？既然就2个月，你答应我，合同到期就回家去。好吧，这我可以答应你。好，那我回去了。哎，你帮我搞张机票吧，我赶紧回去看看你妈气儿消了没有啊？知道了。好的。太太，先生来电话了。先生，太太睡着了。哦，太太睡着了，那就不用叫她了。再见。好的，爸，机票。啊，刚才啊，我给你妈打了个电话，她休息了。那就好。哼，好，就怕她养足了精神，等我回家跟我闹呢。思贤呐，你以后还是接你妈的电话吧。她是炸弹不让她冒，将来变成了原子弹，更受不了，知道吗？你是她生的，给她骂几句怕什么？好吧。哎，思贤，哎，陶伯好，你好。这班飞机啊，是大将之情。是吗？这么巧？这哪叫巧啊？是我特意安排的。大将，好好照顾我吧。没问题，你呀就放心吧。好。哎，思贤，我这次啊运气真好，你猜怎么着？跟姚倩分到一组了？哎呀，猜对了，我这次出勤啊，一定是很愉快的。太好了！行不行啊？啊？不行。你为什么不答应啊？哎，不行还需要理由吗？不是说拒绝是女人的权利吗？总得有个限度吧？哎，我来，走吧。让开！哎呦，这……我说于山，你想让我残啊？不是没有残吗？很可惜哦。你……哎，小袁，你说这丁雨山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总跟我过不去。那是你们的事，别问我。不行，我非得上报，下回啊，别跟我一个组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我答应你了。答应我什么了？哟，这么快就忘了？啊？那算了，我收回了。哎，别，你答应跟我吃饭了？对呀。哎呦，我的大小姐，你比电影明星都难请呢，我以为这一辈子都得不到你的首肯呢。哎呦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行，只要不把我蒸了，说什么都行。那你又不是螃蟹，我对你可没这个兴趣。来吃饭呢，你要叫上陶思贤啊，要不然就算了。我们2个约会，叫他个电灯泡来干什么？
我怕你呀，对我有非分之想，找他来保护我。耶！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得去啊！我求求你了。你们约会管我什么事啊？我又不喜欢姚倩这个人。没要你喜欢他，我喜欢他就行了。他点名一定要你作陪，你要是不去啊，这事就算黄了。哎呀，我已经约了他2个礼拜了，他好不容易才答应。你要是不去啊，那我只有跳楼去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他有那么好吗？我也不好说了。不过古人告诉我们，做事啊要有始有终。我既然已经开始约他了，就得把这事儿做完。有始有终好像不是这个用法。思贤啊，你就别计较这么多了啊！哎呀，陶爷啊，我求你了，要不然我给你跪下了，求求你了，陶老爷，你去吧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好，起来。你答应了？什么时候？就今晚 GS Bar。